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去游泳哦。好，我今天呢特别的打扮漂亮的，你看我的头发被扎成那么可爱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就是要去游泳哦。那大家知道我穿什么吗？我穿呢裙是红色的裙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小弟弟，你们知道吗？给你们看看好不好？我有一个小弟弟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弟弟，看，看看，给大家说早安。你看看，你看他这么开心的，你看他这么开心呐、因为呢，他今天很期待要去游泳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去游泳哦。好，拜拜，下次还有下次的影片，拜拜。